请奏乐。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深信，因为耶和华来开口，谦卑的人听起也要欢喜。你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请咱来三甲来学乐上帝。信诗294首，请起立吟全首。咱犹原起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的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禁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用我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公堂的教会，信堂的相通，最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启印，迄伫信息的后壁面。就是22篇，第1039页。来啊，咱就唱歌学乐上主。咱来受人征求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
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就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应有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请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球甲和平万项好命的源头。阮要用敬畏甲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嘴大声唱歌学乐你。主啊，阮是你创造的，也感谢你拣选阮遮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知，阮坐，阮徛的，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有拄着困难的事，你就用只手引带阮行伫白塔畅快的路。阮喙焦，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一大的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有时也有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你来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知影你是智慧的源头。今仔日是母亲节，恳求主将智慧参命授予互阮所有的母亲、甲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遮做顺服的人，伫厝里遮做一个温柔，伫社会遮做一个和平人民的人，来做光做盐，来荣光着主的名，吸引济济人来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甲阮的王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所讲的道理大有气力，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看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2022年度母亲节主日，本会祝福全体妈妈母亲节快乐。上午本会举办母亲节感恩礼拜，第二场礼拜儿童牧区有献诗，甲读这个感念文，教会圣歌队有献诗。本会评赏每一个母亲全年礼券1份，以表敬意。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家庭拢幸福快乐。110年度奉献的正面收据已经开始分啊，请兄弟姊妹到公布栏来看你的这个号码，到了才到办公室去排队摕，为了要避免。会当互大家会当等足无互大家等足久，周间也会当到办公室来索取。第三点，小会公告，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到教会一定爱搞这个喙安，配合量这体温，搁喷这个酒精预防措施，而且鼓励使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 台湾社交距离 APP。会当下载开启这个蓝牙。第二点，如果有发烧有喘气无好势，还是讲嗽、流鼻水、脑后跳还是讲有互人框起来，会接触这个接触者当伫这个制止防疫当制止健康的管理的机关利用这个QR code 即来看即个主日的礼拜直播。第三点，因为即个假使讲你的主机佮其他的原因，互人通知有接受即个PCR 还是快筛建议你快筛假使阴性有好势，你才来教会。第四点，因为目前疫情
快速的即个成果，本会左右的种植探访的即个就暂停，到即个疫情安尼有好的时阵吼，有较好势，再来实施。第5点，疫情扩散吼，本会第17届新生命讲座延到后下半年到举办进行的即个幸福小组照常进行，敬请大家特别来台岛。第4点，下主日就是15月15，本会欢迎温玫瑰牧师前来讲道。要为着花莲猪岛山的需要来募款，敬请兄弟姊妹备办心奉献到台岛。具体消息，松树本会郑美仪执事的妈妈郑陈雅清安享主怀，伫昨5月7已经举办这告别式，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姊妹为遗族来台岛。第2点，教管组伫即个5月15，就是礼拜第2场礼拜结束后，伫即个1919教育室召开教管组的会议，敬请全体教管人员出席参加，有准备即个午餐，需要请假的人会当教管组的组长李明全执事来请假。第3点。敬拜团嘛是伫5月15，就是礼拜第2场礼拜煞，伫副堂召开敬拜团会议，敬请敬拜团主领阁会歌者PPT 乐手音控出席参加，嘛是有备办午餐，需要请假的人会当各国的组长来请假。第4点，合作社。第1小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有召开理监事会，敬请各位理监事参加。第2小点，社员防癌保险1年保险费是1650块。本主日到5月16是接受办理，过期就无爱受理啊。第3点，青年创造贷款专案利率年息伫3%， 20岁到45岁，对今仔日起到11月30日查止，满的时阵就停止要受理啊。第4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年息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还是转贷。请合作社来协询办理。带导消息迄个，等要几个嘛？安尼，请咱来先开即个母亲节，那个礼券吗？咱教会母亲节分每一个妈妈的春联礼券请咱这次当工咱来帮忙。请妈妈起来妈妈起咱也已经结婚了咱拢每一个伫母亲节咱透过千年礼券小小意思咱表达敬意咱为着家庭特别为着照顾囝儿的辛苦愿上帝祝咱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咱也已经摕到了，咱先就做
请咱来共读上帝话，伫以赛耶稣40章11节。白话语803，台语789，和合本849。因要亲像牧者顾因的羊群，伊要用手压我羊仔囝，抱伊伫胸前，慢慢带迄个互羊仔4年的蚵仔，且上年献歌队。
功德，请王牧师，伊的题目是纪念杨氏李的。但牧师娘，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以这母亲节，用纪念杨氏李的。有人今日母亲节当然纪念你的老母足侪时阵有的是单亲的爸爸，伊必须要扮演母亲的角色来养饲囡仔。甚至有的是大人做阿公阿嬷，因为囡仔伫外口拼事业，伊嘛有时爱担任老母的角色来照顾孙仔。所以，伊这母亲节除了咱纪念老母的辛苦，嘛有真侪人来扮演这老母的角色甲功能来养饲囡仔、养饲孙仔。前几工即阵要困之前，何牧师拢会用平板电脑放上阮细汉的相片互伊看，也是放迄手机以前录影的影片互伊看。每一摆看相片也是影片时阵，上阮笑甲叽甲叫。相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咱拢捌顾过囡仔。我相信囡仔毋是甲养饲的辛苦，除了养饲以外，就是照顾生活顶悬的需要辛苦。囡仔破病，有时做爸母的烦恼安那，规暝无困。我记一摆，我囡仔上阮无细哩，伫我册桌顶悬摕着一个壳伊也无想讲这是糖还是啥物，就甲吞落甲吞落叫伊吐袂出来我烦恼一下规暝拢无困，坐伊边惊有啥物反应而且咱知影，照顾囡仔，当囡仔咧破病时，无暝无日伫遐顾囡仔，这就是照顾者的辛苦。我记得我一摆已经读专科我一摆过年发烧安怎食退烧药安怎食就无啥会退。我的妈妈就甲我讲，来你来困阮的房间。我妈妈就规暝拢咧顾我，我困伊醒看我有啥物反应。而且无论你几岁，咱拢真孝念咱的老母。有时我会听到已经60几岁家己做阿公阿嬷，讲起家己的妈妈，也是这母亲节的时，想起家己的妈妈，拢会流目屎。所以无论你几岁，咱拢曾经捌受到妈妈的照顾，嘛因安尼心受感动今日咱咧庆祝母亲节时，咱嘛咧纪念真侪人代替妈妈的功能甲角色来照顾这细囝。了解伫当时以色列百姓受掠去巴比伦帝国的时阵，所有王亲贵族百姓受掠去巴比伦的国家，因就成做亡国的奴才。因互掠去远远的国家做人的奴才，失去家己国家的自由。亲像咱当时台湾受日本统治的时阵，真侪台湾的男性受掠去南洋，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毋若侵略日本附近的国家，伊嘛侵略往太平洋遐个国家，因欠兵员就安怎对因侵略的国家的男性掠去南洋做兵，嘛真侪台湾的男性。互掠去南洋做兵，死伫南洋。上有名就是咱李前总统的阿兄，就是互掠去南洋做兵，死伫国外。另外，这咱看到，迄当时的一些百姓受掠去巴比伦的时阵，迄当时的百姓咧想讲上帝早就搞袂记啦，无就想讲上帝无亏咱啦。咱早就互你历史的咒落啦，无得改变这事实。总是利用下这，先知以赛亚借着这诗句，甲百姓讲：
上帝是大权能的，伊是受了百姓的大牧者。遐受了的百姓，上帝要亲自甲救倒来。大牧者要亲自掠，互迄受了的人重新倒来因家己的故乡。了解，亲像大权能、大手骨，咧组织遐羊群共款。所以，这大牧者对羊群来讲，伊有权能，有气力，伊常时嘛有守护公义的价值。面对是非的中间，上帝有守护，嘛有公义的保佑。所以对这大牧者来讲，伊是有温柔、有怜悯的心来对待迄当时受掠的百姓。所以，先知以赛亚咧强调，迄受掠的百姓，上帝要像大牧者共款咧带因行。所以，大牧者有5个特色：第一个，大权能领教；第二个，伊要牧养家己的羊群；第三，伊要组织羊群；第四，抱伊伫行前，像咧顾囡仔咧，抱伊伫行前；最后第5个是慢慢带遐羊吸黏的食黏的。伊是这么温柔来对待遮伊国受掠的百姓的需要。先知以赛亚借着耶和华的大气力、大权能来牧养以色列百姓。伊咧牧养以色列百姓中间显出上帝的3个重要属性。第一个属性，上帝有公义，上帝对立羊群是非真清楚。第二，伊对羊群有慈爱。第三，伊对羊群中间显出伊是有权柄、王权。所以上帝怎样带领当时的百姓，转来家己的故乡？上帝怎样带领百姓？遐受掠的百姓，从掠去巴比伦，上帝安怎带伊出来？所以你会当看到，上帝伊的权能掌握人类的历史。伊看到人的人类历史的演变中间，伊有气力来转变整个结局，互受掠百姓重新倒来伊家己的故乡国土，互百姓无继续流落伫海外做亡国的百姓。所以咱看到这是上帝的大气力、大权能。当然，上帝毋但亲自带领百姓倒来到家己的国土，上帝嘛兴起外邦的王、古列王，真少受掠百姓受讨棒的管道。遐受牧养的一些百姓，因为上帝兴起，因看见上帝的权能，就欢喜迎接主救恩的恩典。然后这，咱看到，上帝是大牧者，用大权能来挽回、拯救羊饲。所以圣经伫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咧讲，慢慢带遐羊吸黏，了解？遐羊吸黏代表伊佫细只，伊佫需要人照顾。所以牧者看见羊群的需要，伊养饲羊群，羊群较会通过牧者养饲，较会成长。伊养饲中间羊认得牧者的声，所以耶稣讲：凡属我的，认得我的声，我捌我的羊。然后这
这就是一个附属。我是羊仔的牧者，羊仔捌伫我。通常通过幼稚的过程中间，牧者甲羊仔起做迄个亲密的关系，亲像你咧饲囡仔的时，囡仔抱伫你的行前，你会甲饲，你会甲饲的时阵，你上是要看伊，伊看你。伊喺中间，伊认得你；伊喺饲你的中间来显露两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有人问我讲，牧师，你怎啊上快乐的时段是啥物时段？我要甲咱大家分享，我上快乐的时段，就教阮兜的上温教阮何牧师，三个人伫礼拜下晡困中昼的时阵，要困之前，三个人伫门床顶安尼挪来挪去，耍来耍去。讲靠有啥物好耍？就是听伊的笑声就好耍。听伊笑声，你就感觉心情快活一半压力拢无去啊。同款的，一个老母用你来幼稚家己的囡仔，亲像伊贴上罗伊家第2章第7节，讲，阮就是温柔伫恁中间，亲像年母饲家己的囝。然后这年母饲家己的囝，就是生囝了后，你爱负起养饲的责任。保罗先生伊讲用温柔的心态来对待细囝，亲像在长辈对待囡仔遐尼友善，用温柔，就是亲像老母的心情，用疼心、用细心来养饲细囝。所以养饲细囝除了饲食饭以外，佫有啥物？你爱家洗身躯你爱换衫伊破病时你安那？你爱顾伊你带伊看医生，家饲药然后这就是养饲的责任，嘛是养饲的辛苦。而且你讲到母亲，伫新约只有出现一摆，所以这个你看到圣经中间讲年母，年母就是养饲伫新约内底有顾惜照顾意思。你描写一个老母安怎甲囡仔抱伫胸前，安怎互伊惜，安怎甲伊疼，互这个囡仔有感觉温暖，有感觉到安全感。所以保罗先生用老母的疼来照顾鼓励囝儿，亲像牧者疼惜羊群同款。先知以赛亚也用上帝是独牧者的身份，讲出伊对百姓的照顾。所以每一个做老母的，也是每一个照顾人的，伊必然爱做一个代志，就是牺牲。牺牲献出疼，若无疼，就无有牺牲。所以一个做老母的，伊绝对袂记得伊家己生的囝，伊家己生的囝用足诚恳的疼来养饲的囡仔，无付代价来疼惜伊的囡仔。我若看到咱的兄弟母仔囝、伯仔囝，伫这教会中间同心服侍，我看着哇！这个画面真温暖，真同心，真忠疼，疼上帝，疼教会。咱头看到双联诗班献诗真好听，咱看到4分姊妹的公主甲妈妈一个弹马尔林，一个弹琴，伊同心献诗献声，给上帝。迄个画面是充满着真温暖、真
互人感动的画面。就是了解，伫台湾的社会，毋是每一个家庭充满遮尔温暖，同做伙、同斗阵的温暖。有时阵，台湾的社会是你所听到的新闻，有时阵互听了心内真艰苦心。我要讲一个台湾的过去的发生的代志。一个老母，伊生6个囝，当老母年老的时阵，这6个囝不但无友好伊的囡仔，甚至这6个囝联手去法院告伊的老母，为了什么？为了家产、财产的问题。甚至囡仔讲哦，我甚至要甲我妈妈告甲，互伊入监牢。这个新闻就发布出来，真侪社会大众对这6个囡仔真袂谅解。囝离开为了这个财产，这几仔钱，这几个土地，这几间厝，甲老母有遮尔大的法律纠纷，了解？伫这社会新闻中间，咱看到啥物？我看到这家庭已经无亲情可言啦。这亲像骨肉的犯错啦，不但无法度生一个家庭，那么无法度生一个家庭的伦理。所以，伫这个法律的事件中间，咱看到，伊连带破坏咱台湾人古长所要义的家庭的友好的伦理。所以了解咱看到，对伫汉字这个亲的，你啊，迄个亲的这个边的2笔拉刻起来，就是辛苦的辛。啊边啊正边，你啊看一个剑，就是啥物？辛苦看会见。你的亲下骹都有2撇。你啊2撇，甲看做讲阴阳2点，讲这2撇会当讲是亲像爸仔母主管对部属、兄弟姊妹、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了解，人甲人的中间要有亲，就是用心去看。你看到伊的辛苦，你心受感动。你甲伊的关系就拉亲，亲像囡仔听爸母，囡仔看到爸母趁钱辛苦，照顾家庭辛苦，囡仔大汉愈来愈捌代志了，会用友好，用伊的行动来回报爸母的辛苦。为什么会安尼？伊囡仔伊看见爸母的辛苦，伊对爸母迄个亲情，就受感动。用安尼结合起来，辛苦看会见，咱就会亲。共款一个家庭中间，爱有疼。咱看这个疼是啥物？这疼汉字疼是啥物？一个心，一个受，也意思讲，你的心会当感受到，你就感受到迄份疼。用这个疼来结合，讲到 family 家庭，这家庭的温暖，这家庭的亲好、亲热亲情，是因为这家庭的家庭功能真健全。这家庭英文 family 就是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爸爸妈妈，我爱你，就是咱头讲的亲。你看爸母的辛苦，你看到啊？你用心去感受到，你就有疼。当你有疼的时阵，你用疼相对待，这家庭就有温暖。所以了解，
一个家庭中间，就是爱互相体谅，互相看见彼此的辛苦，用疼，互相款待。所以伫箴言23章20，咱做来听预备来。你着听叹生你的老爸，你老母老的时，毋通看见因。迄边的人有一句俗语，讲上帝袂当到的所在，所以伊做真侪老母来顾囡仔。其实即句话是毋对的。为什么毋对？上帝是全能全知的上帝。若讲着讲上帝顾袂着，用安尼来创造老母来补足伊的欠缺，安尼伊就甲上帝全知全能的功能完全否定。而且，上帝兴起老母，是显露出伊搁较疼人。有一本册，这本册的作者叫华莱士，伊写一本册叫《上通治世界》。伊讲，摇动拿的手，才是真正左右世界的手。我搁讲一届，摇动拿的手，才是真正左右世界的手。美国的总统林肯，伊互人真懊恼的，就是安那，伊解放互人做奴隶。总是伊的成功背后有一个真敬虔、真疼主的老母。这老母时常用主的疼来灌入伫伊的生命内面。所以，伊伫做美国总统的时阵，伊解放黑奴。林肯总统讲：“我目前一切甲未来会当成功的，拢归伫我伟大的老母。”所以，你这你就知影，一个囡仔，伊的人格的成长，伊的人生的价值观，拢在伫老母的养育甲教育。英国较有名的报道家叫斯布真。斯布真牧师，伊是一个浸信会牧师，伊有一个真热心疼主、服侍主的好的老爸。伊嘛有一位常常为祈祷的老母，伊老母叫伊丽莎。虽然伊老母身材无高强大汉，就是伊老母心胸真阔。伊互斯布真的一个帮助是啥物？就是超过人语言所会当讲出来的疼惜教育。有一摆，伊的老母跪伫上帝面前，抱着斯布真，伊也祈祷讲：“啊主啊，愿我的囝活伫你的面前。”所以斯布真牧师，伊老母常常用上帝的话来教示伊的囡仔。用上帝的话来考劝伊的囡仔，互伊囡仔会当及时来改变错误的行为。因为安尼，斯布真伊其他7个兄弟姊妹，伊老母的管教下面，拢蒙主的救恩。当然，囡仔大汉有囡仔的家己的想法，有家己囡仔的决定。咱做父母的，咱会当甲教，咱会当甲养饲，就是人生的道路决定要哪行，伫伊的手头，伫伊的决定权。了解，咱做人是大人，咱爱常常为着囡仔祈祷。无论你的囡仔伫海外、伫台湾，我相信你这心常常有一条看袂见的锁仔，伫囡仔的心顶。所以了解咱看到，咱常常纪念养饲咱的人。伫纪念的时，嘛是咧感谢。无论你养饲的是老母，还是父代母子的单亲父亲，还是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嬷，了解，这照顾细囝的人，无论伊啥物角色，
伊拢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伊无为家己活，伊拢牺牲家己为别人活，为啥活？为囡仔活。今日这个别说陈牧师伫礼拜中讲道有讲起，我心受感动，我马上用笔甲写起来。陈牧师咧分享的时阵，伊讲，那囡仔问老母讲：“阿母啊，你身体有要紧无？”那囡仔拢惊，老母拢惊囡仔烦恼，无啦，无代志，无代志，拢惊囡仔烦恼，拢牺牲伊家己。阿母啊，你食饭未？有啦有啦，有食有食，其实拢还袂食，惊囡仔烦恼。然后这，毋但是咱在座，咱即座人的老母，也是咱的家己的老母，拢安尼疼惜咱。总是除了这角色以外，就是佫有上帝，上帝疼咱，牺牲伊家己。所以咱看到。伫马太福音书27章咧记载，主要所逢顶世界的时阵，有边仔的人经过，祈求耶稣讲：“你若是上帝囝，就对世界落来。”主要所因为疼咱，伊毋是为救伊家己呢，伊是为了成全天父上帝对咱的疼，伊牺牲伊家己，伫世界顶完成。疼的救恩，阿门。所以了解，除了咱在座咱的肉体的老母以外，咱嘛爱常常孝念疼咱的天父上帝。伊疼咱，牺牲伊家己囝，死伫世界顶。这疼成全天父上帝救赎咱。所以了解。咱常常纪念、感谢咱天父上帝。所以咱看到天父上帝除了救赎咱以外，上帝嘛常常差遣伊的奴仆，用上帝伊的话来养饲咱，互咱的灵性得到成长、得到成熟、得到健全。以上帝话，互咱食到灵魂的食物，阿门。所以咱看到。咱也常常纪念用上帝话来养饲咱的牧师，咱的陈牧师、牧师娘，咱的小组长，因用疼惜咱。所以昨伫今日这个别书中间看到影片的回顾，我看到咱的林美长老。常常带着组员，带着今日这去佗佚佗，去佗旅游，去佗翕相，拢甲上好的画面留落来，互伊甲伊的囡仔有真好的回顾。而且，这做一个小组长，亲像老爸、像老母一般样来顾惜伊的组员的需要，用上帝话来养饲。所以常常，那陈牧师对我有啥物一个教导，我拢真珍惜，因为伊拢用伊的经验累积我、教导我，互我伫牧会即场路顶悬会当避免失败，会当学习我成做一个成熟的牧者。所以对我做传道师到现主时，我一直对心中对陈牧师甲牧师娘一直抱着感谢的心，多谢恁。然后今日是母亲节，咱除了有养饲咱的老母的辛苦以外，嘛有真侪阿公阿嬷真辛苦咧顾囝，嘛有真侪父代母职的老爸来顾伊的囡仔。然后要顾一个囡仔，要互囡仔会当健康，会当成熟，会当健全，伊要付出偌济辛苦，总是了解。咱爱常常爱纪念伊，爱感谢因。咱当咱
大汉了，咱台湾人讲毋通实讲硬拢怀疑讲过河拆桥，咱毋通成做忘恩背教的人。袂记日人过去对咱的疼惜甲优势的辛苦，共款伫信仰中间，咱也毋通袂记日，常常用大权能来引带咱。伫咱迷失的时，上帝通过牧者，通过小组长来引带咱的灵魂、咱的灵性，重新行入上帝看做好的路、对的路。所以咱毋通伫信仰顶悬袂记起上帝，咱要常常用感谢的心回应主，主多谢你，多谢你的救恩，多谢你的用你的话语来养持阮，互阮的灵魂得到养持，得到成长，得到大汉。而且，咱常常纪念上帝，纪念捌曾经伫咱的生命成长中间辛苦付出的人。愿上帝赐阮。祝福咱在座每一个母亲，伫上帝固守下面，充满上帝恩典。咱即时来吟圣诗来回应咱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坐，请讲道。咱即是来讲道，咱
为着几项事来祈祷。咱第一咱也有母亲个身体健康佮健在，咱为着因来祈祷。那假使咱妈妈已经亡主温调，咱为着咱身躯边所有母亲来祈祷，求上帝赏赐所有母亲有上帝赏赐的健康祝福。咱也为了咱教会70周年的事工来祈祷，望伊这70周年的庆典中间，咱回应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疼。咱最后为着咱这乌俄战争百姓来祈祷，为着咱台湾的疫情来祈祷。咱三甲喊三声主，咱三开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要说，阮恳求你是阮多年帮赞，主你也多年伫阮台湾，阮主你创造阮人类，互阮人类伫一个家庭中间成长大汉。主要说，你也纪念所有老母所有父代母子的老爸，是所有高代教养的阿公阿嬷，因拢为着细囝，为着孙仔来付出辛苦的代价。无暝无日来照顾，愿主你纪念所有的这辛苦付出有志的人，伫因的努力中间，主你纪念，主你祝福伊，主恳求你祝福所有在座的母亲，有上帝你赏赐的健康，互因日日喜乐，日日平安。主你祝福阮乌俄战争的百姓，愿上帝你命令，互这场战争来早日来平息这战争。主你多年帮助阮的教会，愿教会70周年庆典，愿主你神祝福，阮用感恩的心回应主你的祝福，你的救赎，你的恩典，主愿上帝你是阮多年，主你帮助阮，互阮的教会主人前望主你多年，互阮小组长主你望主你的广告，愿主你的多年，上帝你听。是阮听上帝，阮恳求你怜悯，特别，阮纪念伫阮的生命中间，曾经捌辛苦付出的老母，曾经捌养育阮的父代母子的老爸，以及各代教的阿公阿嬷，愿主你纪念因，阮为着阮70周年的庆典献上感谢。主感谢你，过去70年，主你兴起一牧者，兴起一的中职兄弟姊妹，为了主你的教会辛苦献身服侍，愿主你纪念。阮为了阮70周年的庆典的筹备来交托你，愿圣神你带领阮，互阮所做的工，主你祝福，你祝福阮所做的工，主你也祝福伫阮中间。阮特别为着阮台湾的疫情，恳求你怜悯。互阮台湾疫情伫政府的控制下面，会当真紧来平息，或者疫情无继续来成做百姓的惊吓。主，阮特别来纪念阮的昨过身的真理节，愿主你安慰遗族，愿主你来安慰阮的每一之事。昨伊的妈妈嘛举办告别式，伫母亲节进前，伊拢送别因的老母。愿主你的神纪念阮两个家庭失去老母的艰苦甲伤心。愿主你拭去因的目屎。主，阮将阮的教会所有大事拢交托你。愿主你施恩祝福。伫主面前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请祭司来受奉献。
来奉献的祈祷，是阮的上帝，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愿望。你用恩典做免流，恳求主加持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甲工作。求主圣化阮的所献，诚侪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吼，请坐，互祝福切恳。请王牧师。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咱众人送到地地，特别甲在场所有老母送到地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